迎接台江见证200档，这场伫台江文化中心的展览就相当特别，因为东园安区对幼儿园、小学一直到高高中10几间学校的学生，透过因伫台江留育的观察甲学习，让作品参展，加上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的阿公阿嬷有实物标本的创作，会当讲留中青少世代重新认识因的故乡。展现共同守护台江环境的力量，不管是探索山海圳绿地生态，或是呈现文化路径地图、甲家族故事所制作的家谱，以及描绘挂乡甲武田的研究，都让学生收获满满。小台江长期进行近体水质检测、单车巡守，来宣导爱乡护水的理念。我们逐渐发现江南大镇的环境变干净了，有许多生物都回来了，生态也变得更丰富。在探索文化路径的时候，让我更进一步地认识我的家乡以及我所居住的这片土地，也体会到先民开垦的辛苦。在了解我的家族时，原本我以为我对我的家族已经了若指掌了。但真正了解过后，才发现，其实我对他们就只有最初步、最基础的认识而已。异乡其实就是台江和台南在地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会想往这个方向去研究、去探讨，然后探讨就是那时候为什么土城异乡和西港异乡他们会断乡，以及他们的一些比较。然后我们同时也介绍了镇头文化和角金组织，因为本身我是金狮镇的，所以我对这个部分会比较有兴趣一点。想一个回家的路，因为我们要回到自己的家乡，绝对是希望了解过去的历史之外，还有要更重要的是要去建构一个永续的未来。你讲好，我们现代的生活能够有这样的生产生态这个生活三生共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营造。所以台江流域学习的探索与实作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展，本身就是一个行动学习，也是一个积极公民的一个行动了哈，也展现了台江21所国中小学本土教育到探索实作的这样的一种社会实践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故事。已经进入第2回台江留育学习故事展览，登记将到6月11号，邀请乡亲拥有到台江文化中心欣赏因的创作。台南新闻管制林银根采访报道。